Hello， 大家好，我係 Ranacell 全球首席 Christine， 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款咧，我日日都大量使用嘅一個產品，就係我哋嘅退斑霜啦。我哋嘅退斑霜咧係含有非常之豐富同埋高濃度嘅積雪草，可以有效咁預防我哋嘅色素沉澱同埋形成，減少啲斑斑點點出現嘅機會。所以如果你覺得自己嘅皮膚咧比較暗啞啊，或者好多斑點嘅話咧，我哋呢一款退斑霜咧就非常之適合你哋噶啦。使用方法都非常之簡單，就係保濕霜之前你哋搽我哋呢一個退斑霜就冇問題噶啦。咁如果有中轉嘅靚靚喺中轉期間係加埋我哋呢一個退斑霜使用嘅話咧，你嘅效果係翻倍噶，咁更加皮膚更加有光澤，更加白淨，更加靚嘅。咁如果你哋仲有任何嘅問題想查詢嘅話咧，歡迎 WhatsApp 52257000 52257000，我係 Ranacell 全球首席 Christine。